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到访后来老大家介绍运动。那我顺头的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。然后一篇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今日我老大家共好来做运动哦，准备好吗？我们先开始今日的暖身运动。那暖身运动来讲，走人同一天会走，这样子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后之后，柔软度变好，人同还不会受伤害哦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咯。首先呢，两只脚与肩头偏宽哈，然后手放在我们的腰部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做整脚顺出来，脚盘翘起来，对，好，再来往左边。脚盘翘起来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，左偏，嘿，正偏，很好，左偏。好，记得哦，走人同的时候呢，肚12脚力，然后我们要自然的呼吸哦。好，吸气从鼻子，吐气从嘴巴。好，吸，吐气。好，勾整脚，左脚，对，整脚，左脚，很好，勾了一遍哦。左脚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所用搞一点肩头哈，怎么做呢？来，先开始肩头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边的肩头先拱起来。然后往后转一圈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勾走一边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转一圈，好，来左偏吸，吐气，变下来，左边勾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我们再来两边一起做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勾了走3遍哦，来1。哎，这时候可以画更大圈一点哦。2、3，嘿，不用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做的是绕手、绕脚向下走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走手伸出来，脚尖点地。哦，整手伸出来，脚尖1，很好，走脚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。好，我们来走500哈，左脚很好，来整脚，左脚。啊，手伸出来的话哈，哎，跟肩头偏时候，我们卡同够哈，偏时走的很好，够了100。好，放轻松。接下来呢，两只脚跟肩头偏宽哈，溜个裤一滴滴的时候，手伸出来，好像游泳一样，来滑。滑，嘿，对，来整熟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像划水一样哦。哦，这时候呢，哎，你走了好几个动作之后，你有感觉你的身体热热的感觉，好像是对的呀，哈。好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好，来回来放轻松。好，注意每一道动作，我们要活动你的脚盘哈，然后两只手叉腰，好，接着呢，你脚盘要转一转，因为走人同啊，脚盘也要有活动度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脚先整脚散，好，慢慢的转一圈，好，慢慢的转，整脚，好，来放轻松，往左脚，还给我转，对，慢慢的转，很好，对，再来。好，那转的时候是不会有痛的感觉哈。好，慢慢转，好，来放轻松。今天这个暖身运动走开之后呢，规身的身体的关节和肌肉，你都觉得黏黏。按用走人同呢是好不会受伤，准备好吗？你等一下时候来走人同咯。
用心喷入。我们天生做好了暖身运动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运动咯。好，今日润筒诶介绍的是说，东东音有绕耳筒的问题。那绕耳筒的问题，你要训练哪里呢？其实 any 训练很重视的就是我们腰部的核心肌肉。所以今日润筒就是做完之后，我们这边腰部核心肌肉呢会变得很强哦。那有很强的核心肌肉来说，就像一个铁衣保护 any 的绕棍。准备好吗？any 开始走润筒咯。而走润筒1000呢，你走的准备一种等呢，any 凑1板时候嘞哈，然后本弄莫靠到椅背，要挺直。那接下来呢 ，any 数轻轻的可以叉腰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如果你好摸力，你是走的半点点呢。然后要做的动作是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脚攀翘起来，整脚慢慢的卡起来，对，一滴滴时候好，然后吸气，吐气go表下来。记得咯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因为有些人核心不够哈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往后，这样是不对哈。所以呢，一定身体要起起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慢慢的卡起来，好吸气，吐气表下来。压稳走脚，好吸，吐气，脚攀会翘起来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吸，吐气整脚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表下来。身体不会晃动，就是肚子会出力，身体是不会停痛的。好，来吸，吐气走脚。卡起来，很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表下来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脚卡起来之后，它会顺气，哈，天天爱向下走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卡起来，然后呢，整脚对顺气，好像这样子伸直，脚攀会翘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脚回来，go表下来。好，假使你的肚子不够用力、摸力的话，你是数是办好 handle 了，这样你身体就不会晃动了哈。好，勾了一边哦，换左边哈，来吸，吐气，顺气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收回来，勾表下来，勾了一边整脚哦，吸，吐气，脚顺出来，很好，吸。吐气，脚收回来，go表下来。后边走脚开始哦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走脚卡起来，好，跟慢慢的顺气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揪起来，go表下来。好，停一招动作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吸气，吐气老鼠，对，举高，两张鼠鼻呀哈，靠近我们的耳朵，然后吸一口气。吐气，慢慢的向你的正片。记得走绕润筒的时候，你的鼻孔绕肚脐是成一直线的，没有歪掉，所以头脑没有歪。好，再回来，数表下来。你给我走一遍哦，往左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左偏。嘿，假使你的动作柔软度很好，你是走在 tandem 我们的锦荣老师，身体可以弯哈拿哈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数个表下来，搞了一遍哦，来吸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往整片，很好，记得咯，你的鼻孔还有我们的肚脐要成一直线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看走的赖哈拿哈背吗？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数狗慢慢的表下来，狗往左偏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左偏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狗下背对哦。很好，肚子够力。好，吸气，吐气转来。好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狗走一遍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向正片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慢慢的回来
好，手变下来，过来一边吸气，吐气向左偏，很好，吸口气，吐气呢，左偏再用力一点点，再往下一点点，都是脚力咯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，好，手慢慢呢变下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做的运动是脊椎的旋转的运动哈，来拉你手砰砰打开来，两只脚扎扎踏把体内下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转向右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转来，好，吸气往左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转来。记得哈，你的骨盆啊要向头前，没有随着身体的转动而转动哈。过来一遍哦，吸，好，吐气向正偏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转来，好，也要向左偏哦，吸，吐气向左偏，吸气，吐气转来，好，手变下来。我们接下来做起起来的动作哈，你做的如果说力量不够，是做的半点点的哈，像那样起点点的顺头，然后用肚丝的出力哈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变你的起头来吸气，吐气变起头。假使你变唔到没关系，从来用你有一点距离也没关系，但是肚丝的用力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变下来，再来一次吸，吐，好，给我变下来。好，那你不要做莫走唔错的动作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来示范一次唔错的动作。吸气，好，吐气的时候，来身体弯，用也唔对，因为用错肌肉了哈。一停耳，身体要挺起来，用肚丝的力量哈。所以如果你背唔到起头，就不要太用。不要太超过，还有你所谓做唔错的动作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好来，你要变走偏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好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，走偏过来一边哦，吸，吐气走偏，对，很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回来，好，你过来一边走正脚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手掌变你的膝头，都是脚力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回来，然后边走偏哈，来吸，吐气，都是脚力咯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，过来一边哦，吸，吐。动好，都是脚力，身体要挺直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，走脚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身体要挺直哈，都是出力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，好，变走脚紧脚哈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如果你力量很够，是像你锦荣老师一样，好，做得很好出力，然后脚卡好够对了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变下来。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走脚，很好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。好，今天的运动呢，对我们的核心肌肉可以做很多的训练。那肌肉越强，你的本能的保护就会越多。你好来了吗？好，希望大家今天收看，长了聊哦，再见。